各位早晨，你哋係唔係都曾經喺生活嘅壓力之下感到疲倦？今日我想分享幾個令我保持精神健康嘅良方。第一，喐起嚟，運動唔單單只可以強身健體，更加可以釋放壓力，令到心情愉悅。哪怕每日淨係散步半個鐘，都可以令我充滿活力。第二，寫落嚟，將煩惱同埋壓力寫落日記簿，就好似倒垃圾咁樣，心入邊會輕鬆好多。有時寫下寫下，心中困惑事情嘅答案都會自己浮現。第三，傾下偈，唔好自我封閉，同朋友、屋企人傾下偈，分享快樂，分擔憂愁，溫暖嘅陪伴係最好嘅良藥。最後，早睡早起，充足嘅睡眠係維持精神健康嘅基礎。放低電話，準時瞓覺，放鬆身心，令自己有充足嘅休息。要維持精神健康其實好簡單，希望我嘅分享可以帶俾你哋一啲啟發，令我哋一齊進入更加健康、更加快樂嘅生活。